歡迎大家出席今日嘅崇拜。神係配得我哋尊崇，大家要預備心靈去敬拜。聖經約翰福音4章24節提到，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我哋出席崇拜應該要注意以下事項。崇拜即將開始，你閂咗手機未呢？或者調去靜音，以免影響崇拜進行。而家請一齊安靜，預備我哋嘅心靈去朝見神。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係啦。咁喺崇拜開始之前呢，咁都提醒翻大家啦，將所有嘅響鬧裝置都熄咗佢，或者校做靜音，咁以免阻礙一息間崇拜嘅進行。咁而家呢，我哋就安靜我哋自己嘅心，安靜我哋自己嘅靈，我哋一同去等候上帝嘅來臨。主，我哋喺過去嘅一個星期入面，可能我哋遇到好多唔同嘅事，我哋會有唔夠依靠嘅地方，我哋可能會因為看見到唔同嘅事我哋會情緒有波動，我哋會有失信嘅時間，但主你仍然都帶領住我哋返到嚟你嘅殿當中。縱使出面個天氣唔係咁好，縱使聽日可能會打8號風球，但主你仍然都帶領住我哋，你保守住我哋嘅腳蹤，使我哋能夠平安咁樣返到嚟你嘅殿當中，去一同敬拜你，去聽你嘅道。感謝你，主啊，求你呢一刻就使我哋手潔心清，清心咁樣嚟到你面前，去敬拜你。主，讓我哋放下我哋自己每一個人，放下我哋自己，企喺你面前，好好咁敬拜你。崇拜現在開始，請各位起立。少年人和處女，老年人和孩童，都當讚美耶和華，願這些都讚美耶和華的名，因為獨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榮耀在天地之上。讓我哋一同唱宣召詩，頌讚上帝榮光。上帝，我們頌讚你榮光，你王權榮耀尊貴，齊眾呼真心靈，都向他敬拜傳揚，頌讚他至尊聖名，權柄顯光輝，榮耀的上帝，威嚴君王，榮掌管施恩，慈愛永不息，我們的上帝，大能的話語釋放罪苦。
讚你榮光，你王權榮耀尊貴，齊歡呼真心靈，當向他敬拜傳揚，頌讚他至尊聖名，權柄顯光輝，榮耀的上帝，威嚴君王，榮掌管施恩，慈愛永不息，我們的上帝，大能的話語，釋放罪苦。親愛的主耶穌，感謝你聚集我哋喺你嘅殿當中，一同去敬拜你。或者我哋喺生活當中少咗去同你相交，但係求主你喺呢一刻都帶我哋一同去翻去你面前，使我哋唔再因為世界嘅事而疲倦，而係讓聖靈保惠師一同帶領我哋去敬拜你，獻上我哋自己一齊去敬拜你。來吧，到主跟前，獻上讚美禱告，主我仰望耶穌，心靈得恬靜，願這生獻情，回應十架的愛，仰望十架的羔羊，專一專心敬拜你。來吧，到主跟前，獻上讚美禱告，主我仰望耶穌，心靈得恬靜，願這生獻情，回應十架的愛，仰望十架的羔羊，專一專心敬拜你。潔淨我的污穢，來潔淨我的心，潔淨我的生命，靠着十架寶血，獻上我今天一切，來獻盡我一生，獻盡我的所有，以心靈誠實敬拜你。來吧，到主跟前，獻上讚美禱告，主我仰望耶穌，心靈得恬靜，願這生獻情，回應十架的愛，
一專心敬拜你。潔淨我的污穢，來潔淨我的心，潔淨我的生命，靠着十架寶血，獻上我今天一切，來獻盡我一生，獻盡我的所有，以生命誠實敬拜你。潔淨我的污穢，來潔淨我的心，潔淨我的生命，靠着十架寶血，獻上我今天一切，來獻盡我一生，獻盡我的所有，以生命誠實敬拜你。潔淨我的污穢，來潔淨我的心，潔淨我的生命，靠着十架寶血，獻上我今天一切，來獻盡我一生，獻盡我的所有，以生命誠實敬拜你。潔淨我的污穢，來潔淨我的心，潔淨我的生命，靠着十架寶血，獻上我今天一切，來獻盡我一生，獻盡我的所有，以生命誠實敬拜你。主耶穌，喺呢個世界當中好混亂，我哋有時亦都好難喺末世當中站立得穩，但係唯有主你係我哋嘅原因，你係嗰一個喺我哋倒下嘅時間支持我哋嘅上帝。係啊，主啊，我哋好多時無論喺學業上、職場上，但係還是喺我哋自己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左右兩難嘅地方。但係主你係嗰一個掌管一切嘅上帝，你超過一切，因為主你係自有永有，喺你嘅當中，我哋必能夠安穩地度過。前路無處可逃，後退或有追兵已靠近，無懼是我的原因，有光誰害怕黑暗，前路似沒處可行，後退
追兵已靠近，無懼神是我的原因，有光誰害怕黑暗？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試煉盡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四面攔阻不致怯懦，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前路似沒處可行，後退還有追兵已靠近，無懼神是我的原因，有光誰害怕黑暗？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試煉盡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四面攔阻不致怯懦，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試煉盡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四面攔阻不致怯懦，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試煉盡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四面攔阻不致怯懦，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試煉盡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四面攔阻不致怯懦，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從前去到現在，神仍掌管主宰，主的愛照亮每個不信世代，神能將海分開，試煉盡都掩蓋，主超過我在面對的紅海，四面攔阻不致怯懦，風中展翅的我，在主安穩裏度過。
求主求你讓我哋呢個世代看見你嘅異象，唔單止係讓我哋去看見，亦都求主你教導我哋去學習成為你嘅樣式。其實主，我哋係身體嘅主人，但係主你先係我哋心靈嘅主人。所以求你去陶造我哋每一個人嘅心，使我哋嘅言行都係手潔心清，能夠喺世上作主你嘅器皿，被主你所差遣。除掉黑暗，但願世裏充斥了頹垣敗瓦，你可否聽到我呼喊？你榮耀降臨，號召你的子女同負十架，歌聲在全地奏響，萬世君王。從黑暗世代裏綻放出光芒，覆蓋這地方，被擄得釋放，瞎眼今得看見，願我心更新意念，聽見你差遣，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從末世仰望你必有回響，請讓我看見，心力全然奉獻，能在這荒土中心作戰，全是你恩典，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從末世仰望你，求被你差遣，願我們興起，國度榮耀屬你，主光芒今統領這地，合一歸你。充斥了頹垣敗瓦，你可否聽到我呼喊？你榮耀降臨，號召你的子女同負十架，歌聲在全地奏響，萬世君王，從黑暗世代裏綻放出光芒，覆蓋這地方，被擄得釋放，瞎眼都得看見，願我心更新意念，聽見你差遣，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從末世仰望你必有回響，請讓我看見，心力全然奉獻，能在這荒土中心作戰，全是你恩典，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從末世仰望你，求被你差遣，願我們興起，國度榮耀屬你，主光芒今統領這地，合一歸你。萬世君王，從黑暗世代裏綻放出光芒，照亮
向着前路，被擄得釋放，瞎眼全然看見，願我心找緊相連，見證你恩典。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從末世仰望你必有回響，請讓我看見，心力全然奉獻，能在這荒土中心作戰，全是你恩典。求主給這世代看見異象，從末世仰望你，求被你差遣，願我們興起，國度榮耀屬你，主光芒今統領這地，合一為你。係主，我哋嘅敬拜，或者喺世俗嘅眼中，可能唔夠好，可能唔夠投入，祈禱用字會唔夠好，唔夠靚。係主，我哋會同好多唔同嘅事情去比較，覺得有好多唔同嘅事情都會唔夠。但係主，你所看重嘅並唔係我哋呢一樣嘢，主，你所看重嘅係我哋每一個人嘅心。係我哋願意行近你嘅每一步。主，我哋唔係要做一啲禮儀，我哋唔係要做一啲世界眼中嘅成功去俾人睇。主，因為我哋敬拜嘅對象係你，所以主，求你繼續去引導我哋每一個人喺你裏面繼續去成長。以上嘅敬拜禱告，乃奉我主耶穌得勝嘅名字而祈求，阿門。請坐。請聽神嘅說話。現在恭讀馬可福音第7章1至23節。有法利賽人和幾個文士從耶路撒冷來，到耶穌那裏聚集。他們曾看見他的門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沒有洗的手吃飯。原來法利賽人和猶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遺傳，若不仔細洗手就不吃飯。從市上來，若不洗浴也不吃飯。還有好些別的規矩，他們歷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銅器等物。法利賽人和文士問他說：你的門徒為什麼不照古人的遺傳，用俗手吃飯呢？耶穌說：以賽亞指着你們假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的。如經上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們是離棄神的誡命，拘守人的遺傳。又說：你們誠然是廢棄神的誡命，要守自己的遺傳。摩西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你們倒說：人若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各耳板。各耳板就是貢獻的意思。以後你們就不容他再奉養父母。這就是你們承接遺傳，廢了神的道。你們還作許多這樣的事。耶穌又叫眾人來，對他們說：你們都要聽我的話，也要明白，從外面進去的不能污穢人，唯有從裡面出來的乃能污穢人。耶穌離開眾人，進了屋子，
門徒就問他這比喻的意思。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也是這樣不明白麼？豈不曉得凡從外面進入的不能污穢人，因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廁裏。又說：從人裡面出來的，那才能污穢人，因為從裡面，就是從人心裡發出惡念、苟合、偷盜、兇殺、奸淫、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謗讟、驕傲、狂妄。這一切的惡都是從裡面出來，且能污穢人。這是基督的福音，願神親自賜福與聽見他教導而又遵行嘅人。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咧，我嘅講題係心靈誠實。咁可能弟兄姊妹咧聽到嘅講題咧，咁啊以為我講約翰福音啦，講敬拜啦咁樣。咁啊其實咧同敬拜係有啲關係嘅。不過主要咧都係講心嘅事情啊，心嘅事情。咁啊經文咧就係喺來自馬可福音7章1到23節嘅經文啦。咁頭先咧阿姚老弟兄咧就同我哋咧都讀咗出嚟㗎啦嚇。咁啊外表同內心嘅比較，咁啊大家都明白嚇，都知道其實今日信息咧都好簡單嚇，即係心梗係重要過外表啦。呢個弟兄姊妹都聽過，但係咧今日我都想講裡面咧，其實都想大家明白多啲嚇，點解當時嘅法利賽人咧會搞到咁樣咧？我唔係要幫法利賽人去平反啊，而係咧想大家了解多啲當時嘅背景嚇，點解法利賽人會搞到即係做咁多嘢出嚟，或者設計咁多嘢出嚟，成為咗耶穌嘅敵人呢？咁樣。咁其實咧裡面都有個背景，我哋點樣先至唔會變成好似當時嘅法利賽人咁樣呢？嚇，我哋做基督徒，我哋花好多時間翻嚟教會去崇拜啊，或者我哋都喺金錢上面謹慎啲去處理啊。即係我哋用咗好多嘅心血嚇，但係咧點解會有一啲人佢做咗基督徒會成為咗教會入邊一啲嘅敗壞嘅分子咧？咁樣嚇，一陣間我都會講少少嘅故事啊，即係牽涉到喺1年前咧喺一間浸信會喺1年前發生嘅，可能大家冇聽過，因為都幾隱藏嘅嚇。但係因為我係識嗰間教會裏面嘅人啦，咁所以我就知道嗰間教會入邊咧發生咩事嚇。咁啊，其實耐不耐，弟兄姊妹都聽到啊，教會入邊出咗啲問題，有啲人可能犯奸淫啊，或者啲人佢虧空公款啊，點解會有呢啲事情咧？咁樣咁其實經文入邊咧就講呢一啲嘢嘅嚇。馬可福音第7章第1節度講啦嚇，有法利賽人同埋幾個文士從耶路撒冷來到耶穌那裏聚集。咁啊，法利賽人咧講一講個背景係一班乜嘢人嚟先嚇？咁啊，當時咧講翻歷史啊，應該係以色列亡國被擄之後，咁咧就聖殿被毀啦咁樣。咁以色列人嗰個信仰核心咧冇咗，因為聖殿咧係以色列人信仰核心嚟。咁啊，祭司亦都呢個職業咧可以話係即係都係消失咗咁滯嚇，因為冇聖殿。咁要祭司嚟做乜咧？啊，仍然有祭司，不過咧佢哋工作咧係好似唔知做乜咁樣啊！冇聖殿，我做咩啦嚇？獻祭嚟做乜咧？咁樣咁啊，於是乎咧喺兩約之間係啦，即係可能呢個係有啲嘅 feedback 啊。兩約之間咧，大概係喺耶穌出生之前嗰幾百年裏面咧，大概200年到㗎嚇。耶穌主前200年啦，咁啊就有班人咧走咗出嚟。佢哋咧就要堅持咧過一啲好敬虔嘅生活，要按舊約聖經嘅律法嚟到去做事情啊。咁咧佢哋要特別要抗衡咧當時咧一啲嘅勢力，咁啊叫做希臘化嘅勢力。弟兄姊妹可能讀過歷史都知道。咁喺以色列人亡國之後咧，喺希臘嗰邊咁有一個好強勢嘅希臘文化誕生啦嚇。咁啊當時有一個嘅好出名嘅希臘嘅國王出咗嚟啊，佢嘅名咧叫做亞歷山大，大家聽過佢嘅名亞歷山大，打遍天下無敵手啊！真係
由西邊嘅埃及打到去東面嘅，聽過啊，印度咁啊嚇，即係打親人都輸啊，唔知點解。咁啊，而且有啲人咧，我話我唔打啦，唔同你哋打啦，我出嚟投降啊，主動嘅投降添啊！呢個咧就係亞歷山大大帝，佢最厲害嘅地方咧，唔係武力，而係文化，用希臘嘅文化咧征服咗好多人，唔單止佢啊，佢嘅後代嘅人咧都係咁樣做法。所以當時咧，以色列亡國之後咧，咁啊啲人就話啦，我哋咧唔可以被希臘嘅文化嚟到同化我哋噶，我哋咧要按照聖經所講嘅嚟到去遵行。如果我哋被你哋希臘文化同化咗嘅話咧，咁我哋咧呢班嘅猶太人咧，呢班以色列人咧，我哋就會消失噶啦。於是乎咧，有班好敬虔嘅人啊走咗出嚟，就係法利賽人啦。佢哋話咧，我哋要堅守舊約聖經律法規條所行嘅，我哋咧要設計好多方法，令到我哋以色列人唔會冇咗我哋嘅身份，唔會冇咗我哋嘅歷史文化。於是乎咧，佢哋就設計好多聖經冇嘅嘢啊出嚟咧。其實目的好簡單，其實都表面上睇都好嘅。我哋要堅守我哋猶太人嘅身份，我哋係神國嘅子民，我哋係上帝嘅子民，所以咧我哋要堅守呢啲嘅規條。咁咧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呢度聖經所講第2節所講嘅啦嚇。佢哋咧見到耶穌嘅門徒有人用俗手，就係沒有洗嘅手食飯。咁啊原來咧法利賽人、猶太人都拘守古人嘅遺傳，若不仔細洗手，就不吃飯。其實洗手係呢個禮儀係點樣走出嚟嘅呢？弟兄姊妹，唔知你記唔記得喺舊約聖經出埃及嘅入邊呢，有一段嘅條例，祭司係俾祭司喎，祭司獻祭之前要點樣啊？要潔淨，用咩潔淨啊？用水嚟到去潔淨先可以獻祭嘛，就係俾祭司。咁啊，所以咧法利賽人定呢個規條咧，其實係來自舊約聖經出埃及記。本來係俾祭司嘅啫，但係咧，法利賽人話：我哋咧要將呢啲律法去延伸，俾每一個屬神嘅子民，嗰啲唔係祭司嘅人都要守呢啲規條，就係要洗手嚇。食飯之前咧要洗手，不過同我哋今日之前食飯洗手有啲唔同嘅喎嚇，即係有啲唔同啊。嗱，據講咧，佢哋定呢啲律法規條洗手係點樣做法咧？用啲水。咁啊，可能咧點水嘅啫，咁啊可能幾滴水就夠噶啦。跟住咧喺左手咁啊流到手踭，咁跟住咧就將啲水咧流到手踭啦嘛。咁我可能我右手或者左手啦，因為冇人知道究竟係 exactly 點樣，冇人知嘅嚇。咁啊，據啲學者研究咧，咁啊喺手踭攞咗水之後咧，咁喺右手又點翻去左手咁樣，即係點翻去我手踭嗰度，咁啊叫洗咗手噶啦。即係其實係一個禮儀嘅啫。即係洗手禮，唔係真係要洗乾淨手。同你今日咩沙士啊、Covid 啊嗰啲要求我哋洗手嗰啲嘢咧，唔係㗎，而係純粹係一個禮儀嘅要求，純粹係咁樣嘅啫，唔係真係要洗乾淨嘅手，純粹只不過一個潔淨嘅禮儀，表達咗我潔淨咗啦。呢啲就係鎖定呢啲古人嘅遺傳啦。其實就係咁樣，呢個只係其中一樣嘢嘅啫。咁啊，但係呢段經文咧，其實就係表達咗呢啲法利賽人矯枉過正啊！矯枉過正，即係為咗佢哋要遵行翻舊約律法，為咗維持翻佢哋猶太人嗰個身份、以色列人嗰個嘅神國子民嗰個身份，定好呢啲嘅律法規條出嚟。其實原意係好嘅，即係做咁多嘢好嘅，即係佢哋好想我哋冇咗自己嘅聖殿，冇咗自己嘅國家。我要維持翻我嘅身份啊，所以咧我又要定翻呢啲規條出嚟啊。如果唔係咧，我哋冇咗自己神嘅子民身份，我哋就一盤散沙啦。但係咧，偏偏即係人性就咁樣，做咗咁多嘢，結果又點樣啊？矯枉過正，成為咗耶穌嘅敵人。嗱，佢呢件事咧其實好可惜嘅，即係正如我喺教會入邊見到咁多年喺教會入邊服侍咧，見到咧有啲嘅牧師。佢起初好正嘅嚇，即係服侍神咧，好忠心啊！但係咧，佢唔知咩某一刻咧，突然間聽到有消息話佢跌倒咗啦。點跌倒啊？喺教入邊咧性騷擾，
邊個，有啲係更加嚴重啊，奸淫㗎，或者一陣間我會講呢個故事啊，即係有個人啊喺教會入邊咧虧空公款，將教會嘅錢咧偷竊咗，好好噶，我都識佢哋噶，好好噶，但係點解會咁樣咧？點解會變咗耶穌嘅敵人咧？變咗教會嘅敵人咧？嗱，今日經文咧其實係講呢樣嘢。第4節，從市上來，若不洗肉，也不吃飯，還有好些別的規矩。他們歷代拘守，就係呢啲嘅規條咯，定呢啲規條咯，就係洗杯啊、罐啊、銅器啊等物。即係佢哋認為咧，嗰啲銅器都要經過頭先講嗰啲禮儀啊，唔係真係要洗乾淨佢啊。可能幾滴水點下啫嘛，佢話叫潔淨咗啊，其實係冇潔淨到嚇，只不過係啲禮儀嘅啫。其實係啲好，即係我哋用呢個字啦，好無謂嘅嘢，即係冇用嘅嘢，即係佢哋做埋啲好多冇用嘅嘢。啲法利賽人文士點解佢哋做埋啲冇用嘅嘢咧？就因為喺佢哋嘅宗教信仰入邊，佢認為我做呢啲禮儀咧，神會高興啊，即係神會喜悅。其實係冇用嘅，其實聖經冇咁講。不過佢哋咧作出嚟，認為咁樣做法會叫神喜悅。其實唔係啊，神冇吩咐咁樣。神吩咐嘅乜嘢啊？就係我哋嘅連體啦，愛神愛人嘛，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並要愛鄰舍如同自己。其實神吩咐嘅就係呢啲咁嘅嘢。但係咧，法利賽人同文士就冇遵守呢啲嘢，反而咧就遵守啲好表面嘅嘢，就係呢啲好表面嘅嘢啦。古人嘅遺傳。第5節話嘛，法利賽人同文士就問耶穌話：你嘅門徒為乜嘢唔照古人遺傳，用俗手吃飯啊？即係唔洗手就咁去食飯啊？耶穌就話咯：以賽亞指着你們假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的。即係耶穌用一個好嚴重嘅指責，話你哋呢班人啊係假冒為善噶。如經上所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你敬拜神只不過係用嘴唇，但係你個心係遠離神。即係譬如耶穌所講嘅，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聽過，個心先緊要。聖經話啊嘛，你要保守你嘅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嘅果效喺邊啊？係由心發出。係聖經邊卷書講嘅？箴言嘛，係箴言講嘛。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嘅果效係由心發出。即係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聽過。第7節度講，他們將人的吩咐當做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即係人整出嚟作出嚟啫嘛，當做道理去教導人。即係你要跟呢啲嘢啊，佢當咗係聖經，以為係行咗就啱啦，就做咗係噶啦。其實唔係啊，其實咁樣拜敬拜神咧係枉然。即係耶穌教我哋話俾我哋聽，外表同內心比較嘅話，內心係重要好多，重要嘅外表啊。跟住又點樣呢？第8節，耶穌繼續咁講：你們係離棄神嘅誡命，拘守人嘅遺傳。即係耶穌係咁講，呢係人嘅遺傳嚟嘅。又說你們誠然是係廢棄神嘅誡命，要守自己嘅遺傳。第10節，摩西話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呢個係10誡講噶嘛。11節，你們倒說人若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各耳板。各耳板呢就係貢獻意思，即係奉獻吓。以後你們就不容他再奉養父母。呢個咧就係你哋承接遺傳，廢咗神嘅道，你哋仲做咗好多呢啲咁嘅嘢。好多年前咧，嗰時我就諗住要讀神學啦。咁我當時我就諗一樣嘢，我咧要儲一筆錢，然之後咧我先去讀神學嘅。咁點解我要咁樣做咧？就係呢段嘅經文提醒我啊。當時我父母仲即係健在，因為好多年前啦。咁我諗我讀神學就讀神學啦。如果我讀神學，我冇收入嘛，咁我因為咁樣，我唔供養我父母呢，咁就好唔啱嚇。嗱，其實係呢段經文提醒我嘅，所以呢，喺我讀神學之前呢，我就儲咗一筆錢，咁我就同我爸爸媽媽講，
嗱，我咧每個月咧仍然咧係會俾家用你嘅嚇，即係因為係聖經提醒我係咁樣做，即係我覺得係應該係咁樣嘅嚇。咁啊，當然當時教會咧都有津貼俾我嘅嚇。咁我去實習嘅教會咧，亦都有津貼俾我。咁我太太會工作啊嚇，咁我嘅生活都係好豐裕噶。咁我喺同屆嘅同學嗰個嘅神學生嘅生活入邊咧，我係算係咧比較富裕啊，即係的確係咁樣，我係比較富裕啊，因為我儲咗錢啦，我太太會工作啦，咁啊教會有津貼啦，實習教會有津貼俾我啦，即係其實加埋咧，我係好富足噶嚇，即係咁。但係我見到我啲同學咧係即係麻麻地喎嚇。咁佢哋又要去圖書館咧做兼職，即係神學啲圖書館咧有啲兼職俾佢哋噶。咁佢哋嘅生活咧都係好簡單咁樣嘅嚇。咁啊，但係咧聖經要提醒我，真係要提醒我，唔好因為要即係讀神學緣故嚇，唔好因為咧好似話國語版嘛嚇，即係將啲嘢俾咗國語版就唔去供養父母啊。聖經提醒我13節呢個咧就係你哋承接咗遺傳，廢咗神嘅道。你們還做咗好多咁樣嘅嘢嗱，聖經教我哋啊嘛，要孝敬父母啊，因為我去讀神學，咁我就唔去孝敬父母，即係咁啊唔啱噶嘛。咁啊，所以咧呢一方面咧，我做咗啲準備啊。好，最後第3點啊嚇，咁啊第3點要特別要講，真正嘅污穢唔係來自食物，而係人嘅內心。第14節，耶穌又叫眾人來，對他們說：你們都要聽我的話，也要明白，從外面進去嘅唔能夠污穢人，唯有從裡面出來嘅先至能夠污穢人。咁啊，大家都明白，大家都聽過啦。外面入去嘅就係啲食物嘛，食咗消化咗出嚟嘅係去邊啊？去廁所嘛。跟住耶穌講嘅嚇，咁啊唔會真係污穢到人嘅嚇。咁啊，唯有從裡面嘅先至會污穢人啊。有古卷家嚇，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因為耶穌咧呢度講緊一個比喻嚇，講緊比喻。17節，耶穌離開眾人，進了屋子，門徒就問他這比喻的意思啊。因為剛才咧有大家見到咧16節剛才大家見到咧16節嗰度咧有古卷家，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因為一出呢句説話咧就好似講緊耶穌一個嘅比喻咁樣嘅。好，17節，耶穌離開眾人，進了屋子，門徒就問他這比喻的意思。18節，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也是這樣不明白嗎？豈不曉得凡從外面進入的不能污穢人，因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廁裏。這是說各樣的食物都是潔淨的，即係耶穌其實真係話成日食乜嘢都係 OK 嘅，冇問題㗎，係潔淨嘅。但係真正污穢人嘅，即係點解耶穌會講即係食物潔唔潔淨咧？即係咩講緊呢？唔洗手食飯啊嘛，就係唔洗手食飯咁咪整污糟啲嘢咯。其實唔係一樣嘢。耶穌話真係污穢人嘅，其實係心，從心出嚟嘅，係啲咩嘢啊？又說從人心入邊出嚟嘅係咩呢？因為人裡面出嚟嘅就係做人從21節講，就是從人心裏發出惡念、苟合、偷盜、兇殺、奸淫、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謗讟、驕傲、狂妄啊！呢啲一切惡呢，都是從裡面出來，且能污穢人的。好，大概係去年嘅時候啦，咁我咧聽到一個故事啊，咁係真實嘅故事嚟嘅。咁喺有一間教會我熟悉嘅，咁唔講邊間教會啦嚇。咁咧就爆出一件事，咁啊當時咧好多教會諗啦，我哋咧應該要擴展啦嚇，要買物業啦，因為當時樓價跌啦，因為之前一路想買咧買唔到，因為好貴啊嘛。但係咧唔知大家咁留意樓價咧，大概喺2年前度咧開始跌啦。咁啊，通常香港都係咁樣嘅，樓價跌咧，教會就會出手啊，教會就買物業啊。嗱，當時2年前我睇到嘢嘅，即係真㗎，因為最近睇翻啲報告咧，真係好多教會係買物業，係近呢2年之間。因為2年前咧，咁啊教會咧就話我哋要買物業啦，
因為教會喺好10幾年前咧，當時嗰間教會咧將個物業咧賣咗，咁啊儲咗筆錢，咁啊儲下咧，因為賣咗啊嘛，又儲咗啲錢嘛，有成千幾萬，咁啊千幾萬好多錢喎，係嘛，弟兄姊妹，咁咧好多錢㗎嚇，要買咯喎，咁咧咁啊問嗰個教會師傅執事嘅，即係我哋要買物業咯嚇，咁教會嘅師傅即係財政啦嚇，咁啊控制教會即係嗰筆數啊錢啊咁樣，哎呀冇啊，攞唔到啊，偷盜嘛，呢度講偷盜嘛，俾嗰個師傅偷咗，虧空咗，咁就點樣咧？冇啊，虧空咗，咁虧空咗咁嘅，你攞翻出嚟啦，咁啊冇得攞啊，蝕晒，攞去投資啊，攞去投資，做咗啲即係好高風險嘅投資。咁咪冇晒咯嚇，蝕晒，剩翻好少咁樣。咁啊，結果教會點樣咧？如果你係教會嘅執事或者係直理，會點樣？報警係啦，報咗警啊嚇，報咗警啦，報咗警啊都攞唔翻啦嚇，因為蝕晒啦嘛嚇。咁啊而家都係處理當中啦嚇。咁啊教會點算咧？本來咧教會咧有100幾人啊，而家剩翻幾多人咧？30人嚇，走好多人嚇。咁啊，教會冇同工嚇，同工走晒嚇，幾個執事撐住，就到而家撐緊。咁我有個好朋友，咁係做顧問傳道嚇，唔受薪啊，做緊顧問傳道咁樣，即係教會仍然撐住30人嚇。咁而家希望可以發展翻咁樣啦嚇。教會點解會發生呢啲事情咧？點解一啲喺教會咁資深嘅人係會做呢啲嘢咧？咁啊嗱，經文講一樣嘢，心嘅問題。冇留意個心，即係冇留意個心裏面嘅嘢嚇。弟兄姊妹，我哋裏面會唔會有一啲嘅事情咧？有惡念，有苟合，苟合即係啲即係都即係啲性方面嘅嘢啦嚇。偷盜、兇殺、奸淫、貪婪，會唔會有貪心咧？咁樣，咁我要講真實嘅故事俾大家聽，真實。前幾日我收到個消息，咁啊以前教會有個人打俾我，咁我唔講得太詳細啊。哎呀，我好慘啊！我話咩事啊？哎呀，好多你知唔知啊？咩事啊？我唔知啊，冇人同我講啊咁樣。哎呀，我個仔啊，做咗啲高風險嘅投資啊，咁輸晒啲錢啊咁樣。咁啊而家咧爭銀行幾十萬啊，爭銀行幾廿萬咁慘咁樣。咁我話點算啊？你哋咁樣，而家要租樓租唔到啊！呢層樓好貴啊，租唔到啊！咁我哋要搬咁樣，哎呀點算好咧？咁樣，咁啊一家人都係基督徒嘅，翻去教會幾十年嚇，即係其實佢即係我可以話我啲長輩啊，我10零歲就識佢，咁我都識咗幾廿年，咁佢個仔我都識㗎嚇。點解會做呢啲嘢咧？咁樣，即係個仔都係翻教會嘅，翻另一間教會咁樣，點解會咁樣咧？心嘅問題，即係有貪婪，通常都係一樣嘅，即係通常啲高風險嘅投資咧，唔知弟兄姊妹你有冇留意啲嘢？通常都係貪婪、貪心，即係想多啲，咁咪貪啦嚇，又想多啲，跟住又想再做多啲，搏一搏啦，好似賭博咁樣。所以咧，我見到啲弟兄姊妹咧，佢話：我唔做嘢。我屋企入邊咧操盤啊，咁聽過詞個操盤啊，即係喺屋企入邊買。我見過依個嘅，即係佢個仔咧，我都叫佢弟兄啦嚇。因為弟兄咧，佢影幅相俾我睇，佢屋企咧有6隻 mon 啊，同時有6隻 mon，咩咪操盤啊嚇？但我啱啱見過呢啲嘢，6隻 mon，佢影相俾我睇啊，喺度操盤咁樣，一日又做呢啲嘢，當翻工啊。咁佢又買美股嘅喎，咁咪唔使瞓覺，因為美股同香港股係啱啱調轉個時差啊嘛，佢唔使瞓覺咁樣，即係有啲人就咁樣生活。哇！我通常見到啲朋友或者弟兄咧、弟兄姊妹咧，唔好做呢啲嘢。呢個遊戲唔係我哋玩嘅，即係我真係咁同佢講。呢個遊戲唔係我哋玩嘅。呢個遊戲邊度玩㗎？如果你有幾千萬身家咧，冇問題啊，你咪攞100零200萬出嚟玩咯，咁樣當遊戲玩啫嘛。但係如果你只係得幾萬蚊或者幾十萬蚊，你就千祈唔好玩呢個遊戲，即係會輸身家真係嚇。
惡念、苟合、偷盜、兇殺、奸淫、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謗讟。咩係謗讟呢？呢個中文翻譯好多人都唔識解嘅嚇，因為而家唔會用呢個字啊。講人壞話，個謗讟係講人壞話，傷害別人名譽。李群浸水好得意㗎，執事呢係有一個嘅，即係類似一啲嘅指引樣嘅嚇，即係做啲咩嘢咁樣呢？我都係睇翻，即係可能係仔浸嘅承接喎。其中一句係咩啊？要保護傳道人嘅名聲係嘛？唔知有冇記錯啊？類似咁上下嘅嚇，即係保護傳道人名聲啊！唔知記唔記得啊？直理執事提翻嚇 check 翻，我好似睇過，咦得意喎！要保護傳道人名聲咁樣咁我睇翻啊，幾特別呢樣嘢嚇。咁可能咧點解會有呢個指引咧？或者點啊？唔知我冇記錯啊？燒汁啊，即係報執去睇翻啊！即係保護傳道人名聲啊！即係呢樣嘢幾特別喎咁樣，即係要保護佢咁樣。咁可能都係啊！教會其他教會，我唔係話利群啊，利群冇呢啲嘢嚇。其他教會有呢個牧師咧，佢就成日咧打電話翻 office 咧，冇人聽電話嘅，即係呢個牧師唔知去咗邊咁樣嚇。跟住咧就話嗰日咧應該係工作時間嚟喎，但係見到個牧師唔知邊度出現咁樣嚇。咁即係有時會傳呢啲嘢咁樣嚇。不過利群冇呢啲有冇嘅嚇。但有時聽到點解會咁樣講嘅咁樣？即係保護，即係有時咧謗讟，即係有時都係要留意。我哋唔好講人壞話，即係唔好講人壞話，要為咗別人嘅緣故，即係名聲嘅緣故，即係要即係睇清楚先因為呢個咧其實都係耶穌教我哋。耶穌教我哋咩？愛神愛人，愛神愛人，唔係一啲表面上面嘅規條，即係唔係一啲規條即係法利賽人咪咁樣咯，受好多規條，好敬虔，即係表面上好敬虔，但係其實真正敬虔係咩咧？其實係愛教會，愛神愛人。咁我哋而家教會都係要選直理係嘛想選直理，或者而家其實教會都諗緊啦，我哋咧要揾新嘅執事。弟兄姊妹知嘅呢啲係嘛？應該要多啲去講，或者講台上面多啲去講按立執事或者弟兄姊妹都知而家都傾緊按立我做牧師咁樣。咁可能弟兄姊妹都會諗呢啲嘢諗下會按立牧師、按立執事有啲乜嘢條件㗎？應該要點樣啊？係經文都提醒我哋。即係我哋唔係即係可能做呢啲嘢咧，可能都係一啲規條一啲嘅規條，即係都係人定出嚟嘅啫即係啲教會嘅傳統啫咁樣。但係呢啲規條背後嘅係緊要啲，嗰個精義緊要啲。其實律法係好嘅，律法精神係好嘅，但係律法點解會扭曲咗，變咗另外一啲嘢咧？就因為冇咗愛。冇咗愛神愛人呢一啲嘢，冇咗愛。按立係好嘅，按立執事按立牧師都係好。但係如果裏面冇咗愛，冇咗愛神，冇咗愛人，即係可能變咗個空殼，咁就唔係好嘢。頭先我講啲故事都係真係嘛？呢個執事都係好嘅，點解會變咗虧空公款嗰個牧師都好啊，點解變咗性騷擾、奸淫啊？點嗰個弟兄都好啊，本來好啊。咁點解變咗偷竊變咗投資過分咗搞到屋企咁樣，咁咪唔係好事咁樣。所以耶穌教我哋嘅全部都係好嘢嚟，提醒我哋內心係緊要過外表，神嘅命令係緊要過人嘅傳統。真正嘅污穢其實喺心邊發出，所以聖經話你要保守你嘅心，勝過咩啊？保守一切，因為一生嘅果效點樣啊？由個心發出，所以都係其實都彼此互相嚟到去提醒嘅即係無論係直理又好執事又好，或者
我哋做牧者，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哋都係彼此提醒，我哋翻嚟教會崇拜敬拜，好似一啲嘅規條咁樣，但係規條唔係最重要，重要嘅係個心。我哋守律法係要守個正義，唔係要守啲乜嘢嘅規條。所以敬拜嘅仍然咁，我哋最後講翻敬拜啦。敬拜點樣？要用心靈同埋誠實敬拜，而唔係話我哋要點樣點樣啊先可以真係敬拜。其實唔係嗰個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嘅乜嘢係叫神悅納我哋嘅敬拜呢？係心靈同埋誠實嘅敬拜。我一齊祈禱，一齊祈禱，求天父上帝幫助我哋各人，以致呢我哋呢知道點樣可以行喺主你嘅真道裏面。求聖靈繼續引導我哋喺你嘅話語上面不斷進心。求聖靈充滿，禱告奉耶穌名祈求，阿門。以下係奉獻嘅時間。聖經話因為萬物都係從神而嚟，我哋要將從神而得嘅獻翻俾神。奉獻就係我哋對神恩典供應嘅回應。請大家預備獻金。以下所得嘅獻金會用嚟支持教會嘅福音工作。喺進行奉獻嘅時候，我哋會唱奉獻詩，以愛奉獻。敬拜與侍奉，為神心意要一致，歌聲飄遠。為正主恩可永添，過去與現在，未嫌天冷怕路遠，攜手去同宣告神大愛萬篇，樂意將愛奉獻，甘心化作活祭，求突破路途上。衝開捆綁掛牽，皆因有你勵勉，定能跨過每天，用信心去實踐，主的教誨未變，縱有天或疲倦，都得保守引牽，一生神的心不變。讓我哋咧同心低頭為獻金去禱告。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感謝你咧喺呢個天氣裏邊都提醒我哋要翻到你嘅家裏邊、你嘅殿裏邊去聽你嘅話語。我哋要聚集喺你嘅殿面前，用心靈誠實去敬拜你。感謝你，讓我哋有生命氣息。感謝你，讓我哋有賺取金錢嘅能力。呢度都有啲現金係我哋甘心樂意奉獻出嚟嘅，求你悅納用喺你嘅聖工上面。讓上去禱告，奉我救主得勝之名祈求，阿門。好，感謝你。好，代表間。首先呢，我哋今日呢，有阿周宣教士喺我哋當中，咁呢，佢2月都嚟過一次嘅。咁我哋而家將時間呢交俾佢，同我哋繼續分享日本嘅宣教先，係啦。大家好啦，我叫阿 Jo 啦。我係啦，今年2月又嚟過，可能都有啲聽我分享，不過可能有啲2月啱唔喺度咁啊。好簡單介紹我自己啦。咁我叫阿 Jo，咁我4年幾前咧，咁就同太太啦，同個女一齊去到日本橫濱宣教嘅。咁啊，同利雲浸信會都呢段時間都好多淵源啊。首先就係2023年，我記得阿布兄執事啦，咁嚟過我哋嗰度訪宣啦，跟住就到舊年我哋一家就帶埋2個弟兄咧就去關西，即係阿張牧師
師 Christina 嗰邊嘅服侍嘅教會咧，咁一齊幫手啦。嗰陣時啱啱利群浸信會嘅訪宣隊，亦都喺當中咁一齊合作一啲嘅服侍啦。咁可能我想問邊個係訪宣隊都有？哇，都有，咦有幾個喺度係啦。咁咧就嗰陣時咧，我即係可能放宣都會記得啦。嗰時我就搞咗嗰個叫 Hong Kong Pop Concert 嘅嘢啦。咁啊透過唱一啲流行曲啦，尤其係一啲中文嘅流行曲咧，去接觸人。因為日本人咧其實係我哋去喺日本宣教咧，即係好似阿 Christina 都係咁，要各出奇謀嘅。有好多，因為日本人好少會走入教會，亦都係佢哋唔肯咁容易去接受福音啊咁所以咧都要各出奇招。咁我其中一個奇招咧就係透過唱一啲流行曲，咁希望做一個招來啦。因為可能日本人對文化啲音樂啊嗰啲嘢都好有興趣，對其他國家文化有興趣，藉住呢樣嘢咧就去接觸啦。咁好記得嗰陣時咧，都係嗰個張牧師嗰間教好細咁，但係都嗰個 pop concert 都坐滿晒好多人啦。咁亦都係亦都當中亦都係唔單止就係唱歌，亦都分享到一啲信息啊俾佢哋。咁都係一個好好嘅外展啦。咁咧就其實咧我自己一直咧即係唔係淨係喺張牧師嗰次搞個 pop concert，其實我喺橫濱咧都搞咗好多次嘅，都有10幾次啦。咁樣就都係透過一啲唱啲流行曲咧去做一個招來啦，亦都去希望去唱佢傳福音啦。咁最初喺啲教會度搞，咁後嚟咧亦都租啲出邊嘅場所搞啦。咁今年2月咧，我分享過呢啲事工，咁我唔詳細講。特別我好記得咧我想呼籲大家禱告支持嘅就係今年7月咧嗰陣時有個好大嘅叫 Asia Pop Concert 嘅活動啦。咁好想大家去禱告支持。咁好順利好圓滿完成，好想嚟到咧，好想同大家分享翻，即係大家即係多謝大家禱告啦，想同大家分享翻。咁呢個就係 Asia Pop Concert 啦，就係7月4號嗰陣啊，喺星期六嘅下晝喺我樓下一個比較大型嘅文娛中心叫 Lilies Hall 咧去搞嘅。咁今次咧就係好感恩，我想講即係好多感恩嘅時候，我好簡單去講。第一咧就係大家見到係星期六下晝嘅時段啦。咁嘅時候星期六下晝係比較容易接觸到日本人嘅時間咧。過往咧我搞好多次放 concert 咧，成日都 book 唔到呢個期，因為成日俾人霸晒。但係今次我哋 book 到啦，仲要 book 到個大 hall。咁你可以睇下呢個就係個大。可以坐到成300人咁樣啦，咁星期六下晝時段咧，結果係真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咁有啲咩嘉賓咧，唔係淨係我有獎，咁另外有嘉賓就喺沙口縣喺另一邊嘅宣教士叫 Louis 啦，同埋佢太太都係唱家班嚟嘅，佢特登過嚟東京呢度咧，同我一齊唱啦。佢有好多即係雖然寫日文咧，但係其實好多 callie 咁樣啦，咁樣。亦都有一個嚟1年短宣嘅 Jordan 咧，咁佢亦都係彈琴，即係都算係了得嘅，咁一齊去合作啦咁樣。咁咧就我想一條片俾大家睇下，即係我剪輯咗咁樣係呢個關於 Asia Pop Concert 嘅咁樣。香港さよならの代わりさよならの代わり人值得命中減少幾秒，多買一隻錶。生命的燭火在風中搖擺，哭了沒？撇除了流氣過，連死心不息的敲擊都敲不開心窩。我願意為你忘記我姓名。もし人生はこれほど短いならば、永遠に残り続けるものは一体何なのでしょうか。勇気を持ってありのままの自分を分かち合っています。あなたに賛美を捧げる。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咁咧，大家睇到啦，即係呢個最尾嗰幅相，即係都坐咗好多人啦。咁亦都當中成120幾人嚟，有80幾個未信者啦。咁我想分享，即係呢個 concert，即係背後好多禱告啦，都好多謝大家禱告，即係能夠促成呢件事啦。咁其實我想分享下咧，即係我搞呢啲音樂會咧，即係個理念咧，即係一直都希望透過呢啲流行音樂會咧，係自然同軟性將福音係滲喺裏面啦。即係大家見到頭先唱一啲嘅歌，可能喺流行曲，但係其實咧將個 message 擺喺裏面啊。希望咧讓嗰啲未接觸過福音嘅日本人咧，
就即係佢哋係唔會走入教會嘅，但係佢哋亦都係長期喺一個屬靈幽暗裏面咧，能夠有機會藉咗呢個 concert 咧去睇到光啦，繼而產生對信仰嘅興趣咯。咁啊，即係好想即係我整合咗一啲參加者回應咧，因為我時有派嗰啲問卷啦，咁好多都好好回應，包括係音樂會好具哲學性啦，佢亦都睇完之後，亦都因此去反思自己人生啦，亦都有啲人話音樂會溫馨啦，感受到愛啦。咁誒最尾我哋即係有個唱一啲詩歌作結 Amazing Grace 啊 You Raise Me Up 啊，嗰啲都係令到佢哋好感動啦。咁亦都係演唱嘅歌聲啊歌曲，亦都引喺佢心裏面啦。特別咧有一啲我搞啲 concert 咧，其實咧亦都係教會弟兄姊妹好多都知道嘅。咁佢哋係有未信者嘅家人啊咁樣，咁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途徑，俾佢哋邀請嗰啲嘅家人嚟到，因為好似聽流行曲咁樣啫嘛，咁咪比較容易邀請嚟啦。咁亦都其中有一啲姊妹都話，佢帶咗未信者嘅老公嚟啦，亦都佢完咗之後咧多番讚個 show 好睇啦，亦都希望下次再嚟啦。咁係好達到，即係好唱完一首歌，唱完一個音樂會咁樣，佢哋唔會覺得我好似 hard sell 緊佢福音咁，但係其實咧，由福音咧又滲咗喺佢哋當中，即係一個好好嘅途徑啦，去向佢哋去將福音去帶俾佢哋啦。咁亦都亦都有啲啊影像結合咗歌聲啦，好好個效果好好啊咁樣啦，亦都甚至有場地嘅職員咧，亦都係話藉住呢個音樂促進文化交流非常之好，叫我下次再租用添。我最真有啲擔心，因為佢哋會唔會係臥底嚟嘅？知道我喺度講福音咁樣，會即刻唔俾我咩咁？但係佢哋反應好正面咁樣啦。咁咧就好多好恩典嘅嘢啦，分享譬如話呢個叫仁傑嘅弟兄咧，有特登專程嘅籌款過嚟幫手搞音響，因為我哋冇人識音響，咁啊即係佢能夠幫我哋搞到，仲要籌埋款支持埋我哋音樂嘅演出啦。咁亦都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即係咧呢個最頭嗰個就係 Louis 啊，另一個唱歌嘅弟兄啦。佢有兩個小朋友嘅，右邊嗰兩個啦。咁嗰時咧，佢哋個音樂會前嗰一兩日咧，兩個都發高燒，39.7啊，39.8度咁樣。嗰時都好緊張咧，因為咧如果佢哋發燒，是第一個佢同佢老婆是第一個會上唔到台啦。咁結果咧好感恩，佢哋當日咧就退晒燒啦。咁然後醫生話佢哋手足口病。咁原來日本咧手足口病只要退咗燒咧，就邊度都去得嘅。咁於是咧佢哋就可以照去到啦，照上台啦咁樣。仲要係，但係咧佢個女咧歲幾嘅就好難搞嘅佢個女，因為咧佢哋一路上台唱歌，佢最擔心佢個女點算咧，佢喺度叫啊咁點算咧？咁咧佢唯一咧就交俾我抱，但係點解我抱嘅時候咧，佢全程好安靜咁樣，一定又冇喊啊，仲伏喺我膊頭度咁樣，真係好感恩佢哋能夠好暢通無阻咁唱一啲福音嘅歌，亦都好多人話受感動咁樣啦。咁亦都有呢位嚟一年短宣嘅 Jordan 弟兄，亦都見證到佢成年嘅成長啦。佢頭先播咗少少佢彈嗰啲歌係嗰啲咩李克勤嗰首嗰啲勁高難度嗰啲，佢用咗成年時間練。咁亦都當中係最緊要，佢唔係靠我自己努力啦，而係真係上帝幫助佢去能夠掌握到點樣去彈呢啲高難度嘅歌。佢亦都佢嘅歌聲同埋佢頭先播佢個見證短片咧，係令到好多人好受感動啦。咁所以其實咧係即係好想講即係好想講係即係呢啲音樂會咧，即係我自己覺得係上帝俾咗我呢個意念啦，即係用一個透過流行音樂去接觸即係未信者啦。咁亦都係都好想大家繼續禱告嘅，即係究竟嚟緊其實來年我都諗住再搞呢啲大型音樂會啦，亦都好需要其他嘅人幫手，即係譬如今次有呢個 Louis 喺度啦，亦都有一家，但係其實我希望咧能夠有啲 live band 啦一齊去做啦，甚至係能夠即係嗰樣嘢再有睇頭啲咁樣咧，能夠再租個大啲嘅場啊，或者繼續去傳福音啊，呢個就係我哋希望發展嘅方向啦。所以希望大家禱告啦，甚至希望大家如果有各種音樂才能嘅，都好願意，都好歡迎大家即係同我聯絡下，睇下有冇機會一齊合作啊咁樣啦。咁另外都想趁呢個機會講多少少啦。我另一樣嘢就係好想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嚟緊嘅一個異象咧，見到上帝一路開路。咁亦都呢個異象都同舊年去探阿 Christina 嗰個教會嗰個時間咧係領受到嘅，就係聯繫韓國嘅教會喎。咁其實咧就呢個可能我唔睇啦，就係咧過往十幾年前啦，我自己去完一年短宣嘅時候咧，咁我翻到嚟咧，我裝咗一個聚會，就係呢個聚會啦。其實係中日韓嘅信徒咧，嗰時一齊咧去敬拜禱告咁一個聚會啦。嗰陣時咧講咗個 message，我好深刻嘅係話因為大家唔知唔知道日本咧係一個好少信徒嘅地方咧，但係中國同韓國你知道都好多信徒咧。咁點解日本復興唔到咧？就係因為中國同韓國嘅信徒咧係唔為日本祈禱啦，或者唔去傳福音俾佢哋，甚至可能歷史嘅原因啦。
咁樣。咁呢啲係咁呢個我一直放喺心裏面咧，但我唔知道有啲咩做啦。咁喺度就係祈禱咁樣啦。Sorry 啊，呢個唔睇啦。咁咧就咁，但係咧到舊年咧我去即係 Christina 嗰個教會嘅時候，咁亦都喺知學園嗰度啊嘛。咁亦都有幸啱裝咗呢個叫 Love Sonata 嘅大型佈道聚會咧，就有650個韓國信徒咧，啱就喺知學園嗰度咧，就搞咗一個大型嘅佈道聚會啦，好墟冚啦，成千幾人一齊聚會啦。咁嗰陣時咧，佢哋之後就呢啲韓國嘅信徒啦，都好火熱嘅景象啦，亦都佢哋亦都分咗啲細嘅 group 咧，去唔同嘅教會度探訪。咁我啱就喺呢間教會度住嘅，所以咧佢呢間教會其實10個都唔夠嘅啫個信徒，但係咧韓國嘅信徒咧逼爆晒啦，咁逼晒成個禮堂啦，一齊好大聲去為呢個教會祈禱。嗰陣時我好震撼及同埋我 recall 翻我自己究竟同韓國嘅信徒有冇啲咩嘢可以聯繫？尤其我做緊推動日本宣教除咗香港嘅信徒努力推動之外，會唔會其他嘅信徒都好需要一齊去禱告啦，甚至希望一齊參與呢？於是呢個意象再再喺自己心裏面燃點嘅時候呢，我就開始不如試下啦，一路祈禱啦，有學下韓文啦，咁樣成日都學啦，咁而家都係初班嘅啫咁樣。咁亦都結連下一啲在日韓國嘅教會啊，咁亦都識到一啲咁嘅人啦，咁同埋我今年10月咧亦都計劃咧第一次去其實我未去過韓國嘅，我第一次諗住去韓國啦，咁去2個零禮拜結連當地教會啦，所以希望大家都為我呢個方向祈禱啦。咁其實即係除咗經費上面咧，亦都當地嘅住宿啊，或者聯繫教會等等，呢個 trip 其實都好多未知，但係都希望大家都為咗呢樣嘢祈禱啦。我希望將來上帝係會更加開闊更加多嘅途徑俾我哋去聯繫多啲嘅教會，因為我其實而家都係做緊，除咗搞 concert 之外，就係聯繫香港嘅教會，一定係聯繫其他嘅教會一齊去推動，大家係關心日本宣教嘅咁樣。咁除咗香港嘅教會繼續去推動之外，亦都會唔會韓國都係一個接觸教會咧咁樣？咁呢兩樣經文咧，我自己都覺得係喺靈修裏面啦，神都話俾我聽，即係我同我太太聽啦，即係神會擴張我哋境界，甚至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咁呢個都係一路去祈禱啦，亦都一路一步步去行啦。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繼續紀念我哋啦。咁所以最後有少少嘅代禱事項，都希望大家繼續紀念啦，即係好感恩頭先嗰個 pop concert 咧好圓滿完成啦。就都希望神繼續喺啲參加者嘅心裏面動工嘅。其實咧好多人啲 feedback 都係好好，但係究竟個福音傳咗俾佢哋有幾明白到，甚至佢哋會唔會繼續去返教會尋求信仰呢？即係呢個真係與上帝嘅工作啦。希望大家繼續祈禱，亦都紀念嚟緊嘅音樂宣教嘅發展方向啦。尤其出年會唔會再搞啲大型嘅 concert 呢？需要嘅人力物力啊、資源啊各方面都需要求主帶領啦。咁同埋頭先講話連係韓國教會嘅方向啦，特別10月嗰個探訪之旅啦，求主預備一切所需啦。亦都係今年呢，我係第2次返嚟述職嘅，因為今年做咗滿4年幾啦，咁又想多一個時間述職同大家分享啦。特別係個 concert 啊各方面，都希望祝福到更加多弟兄姊妹啦、微信者同埋家人啦。咁最後亦都紀念我哋嘅家人啦。咁我就2月嗰陣都分享過，我哋好多家人都未信主啦。咁都希望今次回港咧，都希望能夠多啲時間陪伴佢哋啦，甚至希望能夠有機會去帶佢哋認識信仰啦，或者係將主嘅愛咧同我哋分享啦。所以都希望大家禱告紀念嘅，係啦。咁我分享咁多。好，咁代表教會咧有啲家事分享啦。值理會報告，如果天氣許可咧，聽日係崇拜之後係有月會嘅，不過大家要留意嗰個WhatsApp 群組個報告同埋睇天氣啦。咁我哋應該都會有咩情況咧，都會有調整嘅，係啦。咁就好，職青大早會咧8月咧係喺8月14號星期5嘅，咁晚上8點鐘。咁主題咧係見證分享同埋嗰個分享咧就係張傳道嘅，咁大家可以預留時間啦。繼續有義展嘅係8月19號星期3，咁就可以介紹人嚟，亦都可以成為一個陪談嘅人，可以同張傳道去報名。咁靈命培育部，咁逢每一年嘅8月1號到10號咧都係港九培靈研經會嘅，咁今年咧，我哋亦都教會安排咗3堂，8月1號、8月4號同埋8號咧11點鐘會有呢個咧，我哋同工啦同埋啲弟兄姊妹一齊睇嘅。咁如果你時間許可嘅，咁都鼓勵大家翻到嚟當中嚇。我哋會睇黃國維牧師嘅5堂嘅創世記，因為佢有早5晚，應該11點係5堂嚟嘅。
好啦，興唔興奮啊？聖經問答比賽，笑啫係咪啊？好興奮啊！應該查咗好耐㗎咯喎，應該創世記好熟㗎喎應該。咁咧，8月23號星期日，咁我哋會有全教會嘅聖經問答比賽啦。我母會叫做保健練習嘅咁樣啦。咁啊，個人名義報名得啦。你如果參加嘅，你填你嘅名落去得啦，唔使團契啊，亦都唔使小組名嘅。因為去到咧，我哋睇幾多人，我哋會再調節點樣分組嘅，所以你唔好諗啦，係啦。咁就係只鼓勵大家一齊可以報名參加就得㗎啦。全卷創世記，好獨特嘅形式，好獨特嘅禮物，好獨特嘅安排。你到時嗰日留低就得啦。好，10月18號嘅教會大退休日嚇，請你哋預留時間啦。嗰日係完咗崇拜之後，我哋下午就會去到中華完備救恩會赤柱堂嘅。咁第二日19號係公眾假期，係重陽節，係啦。咁所以應該大家都可以出席嘅。好，財政狀況，咁計5月之後呢，6月我哋有盈餘啦，我哋條線上翻去啦，900幾係啦。咁啊，大家繼續喺奉獻當中盡忠啦，係啦。咁就恆常現金嘅就32萬幾啦，繼續紀念教會嘅需要啦，好啦。咁啊，好，今日係分組祈禱嘅，咁我講完之後呢，大家就紀念啦。繼續紀念週4嘅共享空間啦，咁我哋要多啲年青人翻嚟啦。下個禮拜1開始嘅就有小兒正經班㗎啦。咁啊，紀念我把聲啦。其實我唔係 Covid， 同埋大家都保重身體。我唔係 Covid， 不過呢，我咳，跟住呢就會沙㗎啦把聲，係啦，跟住仲要跣親，咁所以呢，係啦，即係呢啲叫做禍不單行嚇，係啦，唔緊要嘅，神托住，所以呢，我係冇乜特別嘢嘅啫，係沙咗少少，沉咗少少，係啦。咁啊其他都 OK 嘅。咁啊，紀念所有每一個嘅導師啦，每一個嘅幫手嘅預備啦，係啦。咁啊記得繼續紀念阿 Jo 喺日本嘅宣教啦。記唔記得頭先佢有幾樣嘢嘅就係感恩先啦，佢個 pod concert 就完成啦。咁亦都係有120人，裏邊係有80個未信者嘅，係啦。咁所以為佢感恩啦。跟住就預備去係咪10月去韓國啦？咁佢已經學緊韓文啦，又係大家又係為佢禱告，神加能賜力俾佢啦。咁啊，佢而家喺呢段時間一度去到8月尾咧，都係述職嘅。咁係啦，求主真係幫佢好似沙漠開江河咁樣，可以同屋企人同朋友去傳福音，並且咧係多結果子嚇。最後就係都係啦，特別紀念佢一啲即係未信主嘅親人啦，希望神都能夠為佢預備啦，合適嘅時間就可以咧認識福音啦。咁大家可以3、4個人一齊分組，跟住我有個結束祈禱嘅，係啦。10點啊，10點啦，我先。好，OK，好。第一個梗係共享空間啦，梗係 Jet 咁嗰度啦，爆旋陀螺啦，梗係爆旋陀螺嚟拍旋陀螺。
好，30秒之後我就會做結束祈禱啦，係啦，可以慢慢坐翻正。好，我哋一齊咧低頭祈禱。好，親愛嘅阿爸父，我哋感謝讚美你，主啊，真係你讓我哋可以帶住我哋心所念嘅掛住嘅人都嚟到你嘅施恩座前。主啊，我哋首先感謝你，感謝你咧賜恩賜福俾宣教士阿 Jo， 讓佢咧嗰個pod concert 可以得以咧完成，並且咧多過所想所求。120人裏邊咧有80位係未信嘅，我哋好深信咧，真係神你嘅福音種子，願咧佢哋喺個心裏邊咧慢慢咁成長發芽。主啊，亦都係紀念佢今次嘅述職翻嚟，佢會有見面啦，好多分享啦，亦都有同親人朋友見面嘅時候，求主你咧真係願佢可以咧分享到福音，並且咧可以讓更多嘅屋企人能夠咧相信你，亦都紀念到佢去學習韓文嘅呢個咁樣嘅情況。主啊，真係願你多加佢能力，多加佢嘅記憶，多加佢咧嘴巴嘅靈活，可以咧操作呢個語言新嘅語言，並且咧若你許可，你咧就為佢開路喺韓國裏邊咧可以有合適嘅教會同佢一齊咧發展傳福音嘅機會。亦都咧，我哋感謝你，你使用週四嘅共享空間，讓我哋咧接觸到小朋友。雖然呢一刻咧，我哋知道可能會有陣時有一日可能係3、4個，有陣時有一日可能有10個以上。但係主啊，呢個唔重要嘅，主要咧係你為我哋預備，你咧帶人嚟到，無論我哋咧佢係嚟玩陀螺又好，佢玩 board game 又好，或者咧總之佢覺得教會個門係為佢開嘅。因為咧呢一個咧係你嘅家，主啊，係你為佢哋預備嘅就已經足夠啦。下星期一咧，我哋開始有暑期聖經班，我哋亦都將呢個幾位小朋友都加到喺你嘅手裏邊。主啊，你求主你親自咧去賜福俾預備嘅導師，同埋咧預備無論係主題嘅、敬拜嘅、食物嘅、遊戲嘅，主啊，我哋一一都交喺你嘅手。你為我哋預備係最好嘅，我哋就將最好嘅呈獻翻俾你，去賜福俾、去祝福俾小朋友。求主你為我哋嘅去帶領我哋去完成整個嘅暑期聖經班。主啊，感謝你，真係願你多多保守我哋教會嘅每一個弟兄姊妹。知道咧，而家咧好多嘅病菌都喺我哋嘅呢個周圍。求主你親自去保守每個人嘅身體，讓我哋咧有足夠嘅能力去抗衡，可以咧即係歡天喜地嘅，我哋嘅喺生命裏邊每一日嘅生活裏邊都見證住你嘅恩典，見證你賜俾我哋嘅平安。祈禱有望奉主耶穌名字，阿門。好，慢慢起立，我哋有誦讀經文。誦讀經文之前呢，咁啊話俾大家聽下，啱啱收到個消息呢，就係天文台呢10點10分，即係10點2個字呢，就會掛暴風球啦。咁如果今晚有小組嘅呢，我諗你要同導師商量下，或者團長商量下，會唔會係繼續嚇？好，我哋一齊誦讀約翰一書5章1至2節。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凡愛生他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我們若愛神，又遵守他的誡命，從此就知道我們愛神的兒女。約翰一書5章1至2節。好，敬拜師。讚美一生萬福之源，天下生靈都當中現，天上萬軍也讚主名，同聲讚美父子聖靈。
現在結束，默禱之後可以休會。